韓國又點可以錯過韓式證件相呢？所以今次去韓國玩就特別安排咗時間去體驗一下啦。今次揀咗江南區嘅攝影館，呢一間喺網上面嘅評價係超好，有2個地方可以進行預約。預約嘅時間要揀好拍攝日期同時間，遲到可能會被取消㗎。建議大家可以提前做啲功課，諗好自己想要嘅風格同背景顏色，咁就可以慳翻拍攝嘅時間啦。到咗攝影館之後，先俾前台出示預約確認嘅截圖，之後就會喺等候區填寫一份 online 嘅問卷，上面會有啲關鍵字可以揀3個。好似係溫柔、高雅、自然等等關鍵字會影響到攝影師修圖嘅方向，唔知揀咩呢？可以參考我嘅選擇。喺拍攝嘅過程，攝影師會好耐心咁幫你整理頭髮同服飾，亦都會指導你擺一啲嘅 pose， 之後就可以直接喺電腦上面睇到拍攝嘅照片，然後就可以同攝影師一齊修圖啦。修圖嘅時候，佢都會好尊重你嘅意見，唔滿意嘅地方都可以即時同佢提出，佢就會盡量幫你調整到你最中意嘅。今次我揀呢一位攝影師係超級受歡迎，而且係好難預約，審美觀亦都非常之好，超級大推。收完圖之後，佢哋就會將相寄去你嘅 email， 亦都會送你一啲實體嘅照片。我真係超級中意啊，好似感覺一下子就有一個韓妹嘅感覺。有興趣喺下面留言心心 send 預約方法同我選擇嘅導師俾你。想睇更多美妝貼士同分享，記得 follow 我啦。